来看今仔是股市过年进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哦，有真侪投资者拢会先伫过年进前甲股票拢卖掉，所以今仔早起指数上加是落破18000点，也毋过后来伫台积电甲 AI 类股的带动是收伫18096点哦，甲去年比起来是起3163点，起超过2成，平均一个股民赚86万块。电视荧幕顶悬红色、青色的字跳来跳来，一分一秒牵连投资人的心。台北股市初五封关，以小看到12点开出了后，盘中指数捌到超过60点，落破18000关卡，上加有甲17992点。伫扩大股台积电经盘甲 AI 类股带动之下，指数反弹，要不要收掉18000大关？今天感觉起来就是。有一些之前涨幅比较大、业绩没有那么好的股票，今天做了大幅度一个修正。那台积电还是一个相对强势。回头看台股伫兔仔年的表现，无包括初五封关这一天，到顶礼拜五起3127点，起20.94%。根据最近这3天的统计，去年台股封关日收伫15802点，旧年是17674点，虎年是14932点。美国联储会主席鲍尼顶礼拜讲，3月份无啥可能会降息，除非未来看到更较侪通货膨胀降温的证据，加上1月份非农就业数据公布超过市场的暗算，嘛推升美金指数起到7礼拜的关位，徛起伫104，互亚洲主要货币换美金有落。新台票换美金初五以31.34块开出了后，上加有甲31.4块，大落1.57角。等去到2礼拜前的低点，在非美元货币上面的走势，以今天来看的话，其实不止台币，那其他的亚系货币、欧系货币等等，那其实都是走入一个相对贬值的状态。外汇分析师表示，美国真强的就业数据出来，写入市场较受预期，美金走势强。虽然伫申请进前出口商换台票的需求大，不过台股就要封关，按算市场交易的投资意愿会豆豆点钟，新台票恐惊偏弱整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